再来看国军年度重要汉光40号演习分2阶段进行，过去5天4暝电脑兵退役，今年是延长做8天7暝。另外，昨中国无人机搁第2届侵略金门的二打岛甲闽好市。两方情势紧张，因应目前地震的威胁，国军汉光40号演习为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以哈冲突战术的启示，验证三军整备的状况。尤其过去汉光兵棋推演拢是5日4暝，今年因应模拟需求增加，延长到8日7暝。那这次实施8天7夜，主要就是因应我们增加了平战时期针对敌的灰色地带应处，还有平转战的快速攻台的想定来实施推演，所以因此增加成8天7夜。早起伫屏东九平基地，陆军司令部证实，规划实施新型精准武器试射，是中科院研发量产的陆射剑2飞弹，头一届参与实弹射击的演练，增加空防的能。针对测备中国无人机2届侵扰金门二打岛甲闽好市，咱国军方发射信号弹警告，也够用干扰枪反制。军方强调讲，射击是最后的手段。那整个是否涉及，我们会结合当时的这个状况。也就是也考虑到它的涉及延伸线的相关的背景因素，还有相关的射程来做一个考量。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美国海外作战替我军人协会总会长，由国行会秘书长郭立雄等人来陪同。We meet and we talk, we exchange idea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Taiwan,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That resolution will go through again this yea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 Congress to support Taiwan. 有风声讲，郭立雄会接国防部长，加做历史上第7个文人部长。针对这点，国防部是无加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